馬賽目前正處於戰術重整期，經歷完法國國家打比0-5慘敗於巴黎聖日耳門後，球隊同領隊迪些比分道揚鑣。然而冬季轉會窗，馬賽成功由阿仙奴租借天才中場紐雲利，大幅提升左前場嘅進攻創造力。史特拉斯堡近期表現低迷，聯賽遭遇2連敗，更嚴重嘅問題在於防線，核心杜庫雷因紅牌停賽，前鋒艾美加因傷缺陣，預計防守失誤概率將上升18%，無疑顯示馬賽主場取勝概率為58.4%。考慮到馬賽主場對史特拉斯堡已保持20場不敗，以及史特拉斯堡近期客場防守極差，過去11個客場只得3勝，主隊勝率極高。馬賽主場實力強勁，但近期防守並不穩固，上場打比以0-5輸俾 PSG， 而史特拉斯堡進攻端有馬斯亞高度壓陣，客場進球能力極強，雙方進球係無疑中出現率最高。